每不带，一家每部客栈，飞面话，汉语面呢都中能客栈飞面话，比那就开嘴就耶稣的死本约瑟，比那就改嘴就耶稣的死本约瑟就弄像妈妈的像妈妈的表姐耶稣的死比拉就开嘴就耶稣的死本约瑟就弄像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的宝姐，我写错了，宝应该是宝。宝姐耶稣的死比拉就改嘴，这它叫开嘴的方法，开嘴。就教耶稣的死 corpse 尸体，本约瑟就弄像妈妈就是妈妈的就是布，妈妈的麻布，新麻布。古代人是穿麻，不穿棉。妈妈的包着耶稣的耶稣的尸体。比拉就改嘴就耶稣的死本约瑟就弄像妈妈的包着耶稣的死，他就是用那个新麻布包耶稣的死。要做就像一阵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做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